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饭店发生火灾，拢总疏开180人，加在无人伤亡，原因还阁需要厘清。中华园林一对有毒品嫌疑的兄弟仔，甲警方走小路落尾弄到货车才停落来，事故也影响到边仔3台乌托邦。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的时间会延到5礼拜后，针对北约无想要维护荷姆兹海峡，川普真生气，甚至想要退出北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8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这个高峰大饭店，昨暝时来发生火灾，这是对3楼烧起到4楼，佮影响到隔壁的文山宾馆。这2个饭店是赶紧来疏开180个旅客，也佮有工作人员。这场火灾呢是直直烧到今仔日透早4点半，才总算拍花，加在是无人员的伤亡。也那业者呢是怀疑讲可能是烧拍电才出代志，详细原因还阁需要厘清。17半暝11点外，阿里山高峰大饭店的3楼房间熊熊庆乌烟，工作人员看办事唔对，随撤离饭店的人客，大家大包细包行李拖咧，听工作人员的指示，撤离到安全的场所。无偌久，火就烧起来啊！火愈烧愈猛，甚至阁探过隔壁栋的文山宾馆。尤其饭店是伫咧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天气大扫，附近拢是树啊。嘉义县消防局派出10个分队来抢救，开3点钟的时间才甲大火拍花。饭店业者表示，因为即阵当时阿里山的烟火季，饭店拢是接近客满的状况，已经伫第一时间先甲180外旅客甲工作人员拢撤离到安全的所在。所以原来都乌烟静着啦，原来无大4、5件安尼啦。啊，但是乌烟清干的啦，也走顶到第3楼了。现场为4楼RC建筑物起火燃烧，消防人员立即赴水电抢救，现场无人员受伤，火势于20时33分扑灭，后续交由本局火调科处理。业者表示，所有人员拢平安，马上安排旅客去其他的饭店住。因为导火迄楼是因的仓库，平常时拢是放一寡卫生纸甲清洁用品，敢若是电线烧拍电造成火灾。不过真正原因，佫需要等待消防局进一步的调查。记者林伟霆、柯家珠、邱超雄家己采访报道。那另外一场火灾是发生伫屏东的那边，这是一个太阳灵邦的占坑场，拢总是烧要4点钟遐尔久，附近的砖头拢有闻到臭味。环保局是表示讲，若阵有确定是因为这业者处理无妥当，才会来出代志，安尼上当要甲罚到500万。乌烟直直庆上天，蹲规堆的太阳灵邦拢总烧起。伫咧屏东南边的这搭太阳灵邦坑地场，17中昼发生火灾，消防人员接到通报了后，调派真济分队去拍火。伫咧周围泉水，也毋过火势是顺风炭烧甲正紧。太阳灵邦大火现场是烟蓬蓬，看无啥会到。大火烧大约4点钟，拢总烧掉8,000平方公尺。有杂草跟太阳能板堆置的火灾，怪手可以帮助我们清理现在目前堆置的部分，然后我们再加以我们的强势的水线，来去做一个控制。就算四周围无人家厝，也毋过阵阵火烧的歹味随风四界飘，附近砖头的居民拢闻得到。环保局伫咧第一时间就启动空气品质的监测，无出现明显污染的情形。毋过也是提醒民众较莫出外，或者是爱做好防护。因光电板之主要成分为玻璃及细菌。燃烧后并无毒性 ，PM2.5 感测值为10到25微克每立方公尺，属普通等级。环保局将因火调报告结果，倘为堆置不当所引发的自燃，可处新台币10万至500万元罚款。业者表示，导火的所在不是发电设施本体，所以无发生爆炸风险。实际受影响甲损失的范围，目前也搁咧估算当中。因也来会实咧，讲会配合消防单位理清导火的原因，进行全面的安全检讨甲改善。好在这件代志并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也互再生能源设施的管理甲安全，搁再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云林县大美乡一间餐厅边仔的这个工地呢，那像是因为灌浆的时涂骹挤载袂掉，结果全规个安尼绑落来。有2个工人是落到差不多4公尺深的排水沟。这消防局接到通报是随去救援，目前2个伤者呢，拢已经送去到病院。也那事故的原因，还阁需要进一步调查。
消防人员甲受困的工人扛起软桥，搁再透过锁啊救起来地面，赶紧送病院。昨暝透早8点50分，云林消防局接到通报指出，伫云林大鼻乡一间餐厅边的工地，因为地面塌落，致使2位工人滑落去4米悬的排水沟啊。工人咧师傅啊？迄算师傅。因是要做啥物嘢维修？补强啊，维修啊，燃气啊，就叫做吹落来。啊，这经理的遐？这下早是几个部落2个了。餐厅业者表示，透早原底要甲地面补强、灌蓝孔，但是技术地面制载袂调来落落，造成2位工人滑落去4米悬的排水沟啊。其中1位工人家己爬出来，然后另外1位工人互消防人员救出了后送病院。有一位患者比较轻伤，他自行爬出，由我们大鼻球要送医。一位患者因为伤势比较严重，有骨折的现象，所以我们就等用担架器材车用担架把它上吊下来，然后就送医。云林县消防局表示，受伤的2位工人分别是48岁姓柯的男性，倒病经架头刺伤；然后另外1位49岁姓苏的男性是双手拢受伤，正脚开放性骨折。加在2个人拢意识清楚，送病院暂时无性命危险。然后规件事故的原因，该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伫个中华园林呢，昨是来发生这警察甲毒品贩销走烧了的这个画面。这是一对有毒品嫌疑的兄弟仔拒绝警方的盘查。这警察呢是甲落尾1公里遐尼远，落尾这嫌犯的车呢是因为伫个路口互货车甲弄着，才总算停落来。警方是随落车甲压制嫌犯，因那边仔3台乌托拜嘛受到影响，有一个民众受伤。经过路口拄着红灯，但是嫌犯的车直接冲过去，互青灯直行货车弄着，高动入去路口的手续地点，店内人行甲赶紧密入去内底。这呢惊险的画面，就发生伫拜二下晡，警察咧围捕涉嫌毒品案的嫌犯。嫌犯的车伫中华园林市湾水路1段甲山卡路2段路口发生车祸，警察随落车压制嫌犯。大货车从东山过来，所以山顶来，就会弄到伊的中柱。我看伊那敢若晕眩吼。昏呀，昏去啊，要被警察拖下车。中华县警察局表示，当时专案人员发现姓柯的嫌犯的车随落去哩，但是嫌犯驶真强，拒绝停车，落尾嫌犯弄红灯甲大货车相撞，造成3台车受损，1位等红灯的民众轻伤。许贤驾驶自小客车车速过快，并闯红灯，当下与民众驾驶自用大货车发生碰撞。碰撞的当下，有波及在该路口停等红绿灯之民众。总共是3部车辆的一个交通事故。那现场总共有4名人员。那经过我们救护人员的检查之后，只有一个机车驾驶肢体有轻微的擦伤。警方表示，这件毒品案是中华地检署指挥园林分局、保安队霹雳小组加海巡署共同侦办。伫车顶查到的毒品加相关的违禁品，也搁咧清查，专案扩大侦办中。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前一阵在高雄的警方呢是接到通报，讲有一对爸仔囝失踪去，落尾是伫个燕巢的这个山区去找到人，也毋过找到的是因的老爸呢已经跋落山坎无救啊，后生是送病院。这事故的现场呢是有找到这农药的干仔，也有爱困药啊，怀疑是后生有加工自杀的嫌疑。目前法院已经裁定羁押。对，那个没有绳索下去危险。15分点，高雄的警消人员伫燕巢山区四界走找，随风找到这对姓区的爸仔囝，不过83岁老爸跋落边坡，救起来时阵人已经无喘气啊。后生嘛因为意识不清，唔知人送病院急救。警方表示，住伫中华查某囝进前甲2人讲电话，感觉怪怪，落尾联络袂到人，就随报警。因为警方伫现场嘛找到农药罐啊、甲爱困药啊，感觉案情无单纯，随报请检察官来详验厘清死因，也互规个案情出现大逆转。帮助他人使之自杀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实足认有逃亡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警方表示，这对县区的爸仔是台中人来高雄水厝食头路，对水厝附近的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83岁老爸身体也真勇健。店家表示，阿伯逐工下晡拢会行去附近的黄昏市啊买物件食。这阵仔无发现有各样。厝头家嘛讲，后生是做邮差的，爸仔甲伊水厝2档，平常时斗阵啥拢真正常，厝税嘛拢照时间纳。爸爸年岁较有啊，等于算做讲就拢平常时安尼，啊儿子就带着去上班啦，晚上有当时拢会正常时间到5、6点啊回来。他们进出都从这边，所以几乎都会看到。从哪边啊？从隔壁的巷子啊？从这边啊，从他们后门就是从这边走进去啊。对对对。然后他儿子的摩托车都停在那边啊。检警表示，水母后生清楚了后，讲因爸仔囝欠缴小才会想袂开，要做归行底路。不过警方无完全相信，会进一步调查，看其是毋是有替老爸买保险，想要诈领保险金。现在检方也安排19要进行复检，确认死者真正死亡原因。记者柯家族邱阳高雄场报道。台中地院竟然传出暴力的事件，这是一个因为伤害罪甲恐吓罪出庭的查某人，伊伫咧开庭进前呢，甲这来帮听的人扇喙皮，也毋过现场的法警并无用现行犯甲抓起来，甚至后手这开庭呢，佫改做是无公开的，互人拍的是这个律师公会人，已经要求司法院来注重律师的安全，建立措施甲训练的制度。台中一个因为伤害恐吓律师起用起诉姓林的查某人，17去台中地院法院出庭，伫法庭外口拄到10多位来遮声冤的律师，率警连去共拍。姓林的查某人甲台中律师公会理事长扇一个喙皮，现场的律师大声发现刑犯，法警无随逮捕。代志过8分钟了后，台中辖区的警察到现场处理。审案的法官是引用法院组织法，改做无公开审理。台中律师公会理事长批评法院急放放，无咧顾律师的职业安全，也有尊严。法官引用的这一个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他认为说，如果说有妨害到这个法庭安全之余，应该是制止被告，而不是把旁听的记者跟律师全部赶出去。这一点我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了。台中地院法院强调谴责暴力，讲代志迄当阵法庭外口的走廊人是真济，法警首要的任务就是隔离双方，避免冲突变大。若伤害罪是告诉乃论，向攻击的律师公会理事长已经随报警啊。若姓林的查某人有妨害公共秩序，为着要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所以改换做无公开审理。对着民众起用拍，感觉真遗憾嘛，真歹势。后续的检讨。警力的安排。本院对于民众在法院内遭受暴力深感遗憾与歉意。本院会深刻的检讨警力的配置，并强化维安教育训练，同时也呼吁侦审机关从速追究刑责，以保障大家出入法院的安全。警方到场时，林女已无攻击之行为。本分局仍持续警戒，确保现场秩序及人员安全。后续将林女依刑法伤害、妨碍名誉等罪嫌，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的警察甲这个查某人依照刑法的伤害罪，也有妨害名誉罪送办。若是律师公会甲团体，伫今日中昼去到司法院来表达不满，要求各级的法院爱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的，为一个民众带老爸去诊所，结果煞看甲规巴肚火。这民众呢是指控讲自费5000块的治疗，才做一半尔，诊所就要甲临时搁甲加收钱，拢总是收6700块。面对这项指控，这医生是讲，其实因的收费呢，拢是有经过患者的同意。也那卫生局也确定，这医生的执照并无问题。台南有一个陈先生出面指控，讲伊到暝带因老爸去南区一间复健科诊所看病，医生去头报价5000块，咱会知影医疗过程做一半，可临时讲加1500，加挂号费200块，拢总6700。民众是气噗噗讲，诊所内底针头、影机、黑白单，环境真太过，甚至发现标定挂医生执照证书，敢若已经过期，这个医疗品质敢有问题？都不符合，因为他拿不出他的合格证明出来，我要等伊啊！我讲请伊麻烦伊摕新的出来，伊摕袂出来。我要用看到伊迄张，我毋知过期会当继续使用没？因为伊的使用期限是到111年。
110年。病例指控医生培会伫去年9月就参健保局解约，即阵改成自费的，加收费用是因为检查了后发现患者脚趾骨甲脚趾片有问题，增加治疗部费，拢有经过家属同意，叫甲拍折500块。这招的证据，卫生局证实医生这招拢有符合，主要因为精神顶管挂固症，才互人产生误会。那最先我跟他的报价是这样子，就是说腰椎要做打一点麻药啊，做特殊的针灸。那个背部也有问题，我说这个背部也要去治疗啊，那个背部的治疗就是2000，所以总共的会有3个部位，总共的费用是7200块钱。经查系统上，该医师的职业执照及专科证书期限是到116年10月。卫生局指出，虽然自费项目拢有开收据，不过收费项目敢有符合，目前也咧一条一条审。卫生局讲，若有查到违规的事实，就依法开罚，保障患者看病权益。记者邵台南采访报道。来看这高雄美术馆的上款呢，有一间半开放式的自助餐店。这民众的野菜的平台下底呢，竟然有3只粉鸟伫遐咧找食，而且这餐厅内底有粉鸟安尼飞来飞去，恐惊是有这个食安的问题。业者这方面是拒绝回应的。那卫生局是表示讲，起早的时并无看到鸟仔，也毋过店内呢的确是有真侪项欠点，已经要求业者限期改善。伊是要来叶仔边啊，有粉鸟咧倒，镜头甲9远，发现这是一间自助餐厅。自动时店内阁有8只粉鸟伫遐踅来踅去，另外一边有消费者的野菜，民众真烦恼，都惊食品安全出问题。怕疏忽疏忽？一定会啊，一定会，因为他们工作一定是没有办法，他们的服务很好，但是鸟这种东西它不会理解人啊。有一些老人家他就是喂食。有飞进去，但是飞进去都是在那个平面上而已的。因为里面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赶。18透早去查证，店头唔受访，师傅17派员起早时无发现鸟仔飞入去的形影，不过业者承认民众翕的影片是真的。业者坦承，民众提供影片内容属实，本局令业者限期改善作业区，应设有防止鸟类进入设备，并应加强遮蔽与驱赶。店内消费民众讲，鸟仔甲粉鸟自制是因为餐厅外口长期有人咧吃，店家会甲因口控，也有打广告提醒，不过却是有人无咧信道。师傅表示，这间自助餐已经投保产品责任险，也有完成食品业者登录。起早了后发现无设防止鸟仔入内的阻挡设施，实在无涵盖等等的缺失，已经按照食安要求限期改善，期限若到无改善，会罚6万以上。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昨公布一个发烧、肩血球减少的综合症，这是一个北部70外岁的查甫人，伊最近呢是并无出国，感染源是还阁需要调查的。那这款病症呢，伊主要的感染源是牛鼻，提醒观众朋友去户外的时阵，都要包较密的。过3档外，国内阁新增加一个发烧伴肩血球减少综合症，简称是 SFTS。疾管署17公布一个个案，是北部70外岁本国籍的查某人，最近无出国的旅游史，本身有中风者的慢性病史。今年2月底出现规身躯拢无力的症头，过2天去病院急诊看医生，因为发烧肩血球加者的症头大院，经过抽血检验是 SFTS 确定病例，好在治疗了已经好起来出院啊。这嘛是国内史上第3例 SFTS 的病例。除了发烧之外，它也有出现一些肠胃道的症状，包括这个恶心、呕吐跟腹泻的情形。那所幸在这个经过治疗之后，他的症状也逐渐的缓解，也退烧了。那后来再去这个追踪他的这个检验的结果，发现他的白血球跟血小板都有回升。伊个案是住伫高外，疾管署进前是会动地方的卫生单位，到个案的徛家做环境调查而且采检，当中采到牛鼻16只，但是牛鼻的采检拢无病毒，感染源个案厘清。疾管署表示讲 ，SFTS 病毒的主要传播媒介是肠甲牛鼻，若是有病毒的牛鼻加着，按照差不多是1礼拜到2礼拜，感染者大多数拢是发烧，想要吐无想要食，肩血球加者症头，目前并无抗病毒的药会当治疗，就说患者有可能会出现多种器官衰竭，致死率会当到3成。我们会评估的重度是国人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程度是比较低的，
如果说是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列为中度。疾管署提醒讲，这牛逼国叫做北卡怪，主要是生产伫咧草丛、像哪这野外的环境。当年4月到10月是牛逼活动的季节，牛逼嘛有可能传播来母病和秋热这病。民众伫户外时阵应该做好个人的防护，包括穿浅色、长的衫裤，使用含特别的抹啊水等等。若是出现疑似感染的症头，应该随去看医生诊断和治疗，降低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去坐这台北捷运，结果伊的皮包煞互人家捡去，而且信用卡呢嘛互人家偷入要10万块。不过这消费的地点煞是伫咧沙乌地阿拉伯，警方是伫咧桃园查到一个50多岁的香港人，已经照伪造文书甲诈欺等罪嫌甲伊移送。目前是因为怀疑讲伊可能是利用这个 NFC 的这个技术，信用卡只要挖进这手机啊，就会当交易，所以即马警方专案小组当咧扩大侦办。穿白衫的查甫人到捷运站坐车，暗过出站了后，清查全部改变，会安尼是因为伊牵涉不法。受害就是伊姓高的查某人，12下晡5点外伫南京复兴站上车，办方便二站落车，10多分钟，毋但钱包拢互人偷去，现金损失1万外，搁接到银行来电话有失笔，9万外的录下记录，暗过交易地点却是中东的沙特阿拉伯。一名港籍男子设有重嫌，全案因窃盗、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移送。警方伫桃园一间旅馆抓到50多岁香港嫌犯，去年12月开始真侪摆来台湾骗步南北，伫滴手信用卡了后，抢伫被害者停卡进前第时间还现，佮闪避网络交易的 OTP 验证，同时被嫌警方查缉，涉嫌伫家己手机提前放骇客程式，利用 NFC 中介技术，信用卡靠手机感应，马上完成海外导入。手机呢，一旦装了这个 app， 它本身你可以来想象，它就是一个这个刷卡机，就可以做这个类似像刷卡交易的动作。它可以去接一些境外的，比如说实体的商店，或者是境外的线上的服务。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盗刷集团，它会有一些配合的一些这个店家。这种部分敢若需要手机啊、电脑、挖进民众感应实体卡，全部偷走信用卡，也可能完成导入。嫌犯被依照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移送。国内统计到即马已经10多人受害，损失超过100万，拢是伊做的。不过警方无排除专案是属于跨国集团犯罪，海外疑犯用犯在扩大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好，来看这场战争，互伊朗的国家安全首长甲民兵组织的指挥官呢，拢是因为以色列空袭宣告死亡。即马伊朗的这个军力会当讲是愈来愈弱啊。以色列军方呢，甚至佫唱手表示讲，攻击到这个伊朗的领导高层，其实是唔免看你的。بنده خدا به خدا پیوست ارواح طیبه شهدا روح مطهر عبد صالح خدا شهید。伊朗国家电视台已经报道出最佳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长拉里加尼死亡的消息。头先伊斯兰革命卫队咧正式强硬派民兵组织巴苏吉的指挥官佐雷曼尼死亡的时阵，并无回应拉里加尼死亡的消息，是以色列这边大声来发布。迎接破处的传统新年陆陆续续，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发布影片，向伊朗的人民发声，讲这是自由之年甲新的开始。纳坦雅胡过去就常常安尼做，将伊朗的民众当作甲伊一国的共款反对新权的政体。In the past 24 hours, we knocked out 2 of the terrorist chieftains. The top terrorist chieftains of this tyranny. 拉里加尼最后一间公开出面是伫咧13德黑兰举办的圣城日游行，伊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比尼的二手。伫咧哈比尼死亡了后，拉里加尼的地位甲权力升到最高点，甚至伫哈比尼的后生穆吉塔巴接任进前，也互当作是真有可能接班的人选。拉里加尼传出死亡的消息，德黑兰也拄啊经过一枚轰炸。拉里加尼的官方社群媒体是打出一张伊亲手写的字条啊，向一个月去互美国的唱水男拍电去的伊朗顺风男罹难的士兵来致敬。另外，估计有上百万的成员，常常互调动去镇压反对派受革命卫队控制的民兵组织巴苏吉，因的指挥官苏雷曼尼也已经死亡，涉入伊朗政权内部镇压能力。公新闻5年8月。
伊朗昨是针对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个美国的大使馆来发动无人机火箭攻击，这是中东开战以来伊朗火力上介强的一届。伫咧杜拜的国际机场附近一座油槽呢，嘛因为互这个无人机击到转导火，造成航班大乱。大火为杜拜国际机场附近油槽扑出来，几点钟天光了后，高高乌烟还阁一直冲出来，互这个中东上无用的空中交通中心阁一摆停落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民用航空总署甲国防部拢证实高拄到伊朗的无人机攻击。中东局势愈来愈紧张，阿联总统甲副总统16接见来访问的约旦国防阿卜杜拉二世，都共同谴责伊朗对保安国家的攻击，佮强调阿拉伯国家无发动也无参加美国甲以色列甲伊朗之间的冲突。不过，伊朗攻击无停落17透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国大使馆，搁一摆遭到至少5架无人机甲火箭攻击。伊拉克方面安全人士表示，这是美国以色列开战以来上厉害一摆攻击。民众翕照画面已经看到，当地防空系统哪查个拍到至少1架无人机，不过也是有1架拍到美国大使馆横区内部，然后清除火势甲乌烟。面对伊朗愈来愈猛烈的攻击，当地民众是真烦恼。أنا متخوف أنه ستكون الحرب طويلة طول أمد الحرب هو راح يأثر فهناك أصبحت هناك استهدافات على الصعيد الأمني لمقرات عسكرية ومقرات تابعة للحشد الشعبي والآن تخوفات من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خشية من عدم توفير الرواتب للأشهر القادمة بسبب عدم القدرة على تصدير。伊朗副法长哈迪博扎德16日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特别警告美国，三数字小型唔通出动地面部队，按若无家己的限制困境。Look, even suggesting that a foreign country can put boots on the ground of another country, invade another country, occupy the land of another country, is something very much rogue, very reckless, illegal, and against all international law. 西方记者问到一直无出面的新任最高领导人穆吉塔巴的身体状况时阵，哈迪博扎德是讲伊正健康，而且咧掌权，是要释出政权稳定的信号。不过穆吉塔巴到即马犹原无出来外界传出，伊伫空袭内底受伤，人伫普廷官舍之一接受治疗。不过伊朗方面完全无证实，莫斯科方面也无否认。公司新闻红土梅评价。继续来关心，咱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今仔日是来展开太武操演，派出战车甲各式的火炮来执行实弹射击。另外，针对着这台美之间军售烟蒂交换的问题，有美国机关是质疑这沙烏地阿拉伯飞弹是安怎比台湾要搁较早来交换嘞？也那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是来回应讲，也是会优先摆互台湾。向目标区连续开炮，造成日军进犯，现场炮声隆隆。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10日展开大武操演，出动战甲车各式火炮执行进化，丰富团安战斗实弹射击。金门前线武器强军登陆作战，国军后备实战化训练，提悬部队战力。不过军售延前影响国军战力。美国联邦众议员巴尔关心有280票美金对待军售延前交付，要求赶紧交分。美国国会议回应会确保应加速执行。Look at ways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expedite those sales that are on contract to Taiwan. As you know, much of that has been the F-16s to Taiwan. So we continue to work that. 那 F-12也未交予台湾，亲像因协助强军军舰的汽车飞弹，按算2018年全部交会。美国机关也关心强会进度，以为什么沙特阿拉伯汽车飞弹交会迅速摆在台湾头前。In 2023, I signed out guidance to all the implementing agencies for military sales to prioritize Taiwan above all other requirements. That remains standing guidance. So in the matter of whether there was a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provision of Harpoon to Saudi Arabia or to Taiwan, Taiwan would take priority. 因为条也同意国防特别条例付费，民进党提委陈冠廷担心外交甲国防委员会的调费，正是下礼拜对败心。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可能会希望说，希望尽快在2028年就要把它执行完毕。那如果没有执行完毕的话，甚至会有一些送惩戒的这种状况。那我们还是希望说以行政院版的为主。随着他们的要求，而且我们要去因应复核的话，那我们前面的武器都还没有来实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地方。
针对正义办特区中科院产业部分，国防部继续争取产业支持。不过，若会议无同意，强调特别预算应该用在对比采购。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是去访问美国，昨呢是去这首都 Washington 来见 AIT 执行理事那英，主要呢是咧来讨论台商合作的议题。针对着目前这台美的军事呢，卢秀燕是敢若讲，咱一定得爱做好准备。不过，互人问到这2028年到底敢要出来选总统，卢秀燕唔愿回应。台中市长卢秀燕顶礼拜开始访问美国，17到华府，当地台商甲侨民甲迎接。卢秀燕讲，伫华府的头一天，有去 AIT 华盛顿总部见 AIT 执行理事那英。因为我跟美国在台协会的这个现在代理的理事主席蓝英是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事实上，他在上个月才到台中来拜访哈。那也因此呢，这次来我就要看看老朋友，所以我这次呢今天有安排去拜访他。讲到军购的议题，卢秀燕讲，伊伫咧头一天的会谈顶悬有讲到，唔好看轻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认为讲每一个国家拢应该做好准备，甲美国合作。卢秀燕嘛甲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签合作备忘录，整合市政资源，协助台湾侨胞到当地投资甲定居。大家都有谈到，那我有替台湾发声。另外一个很重要诉求，就是要早点确定。因为如果说你税率没有办法确定的话，那其实你的 buyer、你的买家他不知道怎么下单。18號咧，台灣嘅僑民是來迎接盧秀燕訪問華盛頓。不過，訪問到今日來第2028年參選總統，伊是拒絕回答。不好意思哈，就因为你刚才问说，如果您是的话，那你要的策略，不好意思，我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我可能没办法回答，谢谢。我现在不是哈，谢谢。城市交流这方面，卢秀燕同一天拜会马里兰州政府、见副州长周武庆等等的官员，交流高科技甲生技医疗合作的议题。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继续来看，今仔日这台股呢是登来到34000点，原来台积电今仔日早盘上悬是升起到1905块。有立委是烦恼讲，靠这动冲来移股票，敢会互咱的股市变做是骄劲咧？而且呢，这明年动冲降税也要到期啊，到要延长也加做是讨论的议题。中东战争对台股影响好亲像无遮大咯，今日早盘佫拼登去34000点。中央起挖要590点，台积电早盘上悬到1905块。立委咧问，国内动冲降税伫明年都要到期咯，这敢会延期咧？到底是一日股东还是长期持股者，各有什么实质的贡献？若完全是长线投资的话，它的流量活力不足，对于整个市场的效率性就会比较有问题。但是呢，如果都是投机者的话，这个波动过大。立委林岱华搬数据出来比较台湾、美国、日本三国的税制，台湾证交税当冲爱达0.15%，若长期欠股的人数达0.3%，这是咧鼓励投机挺发投资。颠倒美国甲日本拢免扣证交税，伫咧股市内底。当冲台湾高达47%，比美国甲日本拢较悬。林岱华表示，这当冲的输赢的是坐过了，烦恼讲当冲就会变做若像交金共款。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回回，上市的股票当冲的交易量是36%，主要是40岁到60岁中年人为主，着连法人嘛是共款。是讲目前为着避免股市集中伫咧 AI 产业，证交所推出台湾普局的指数，主要是以团散、电子、金融等等的中小型股、前10大成分股、统一超、万团抑个好食等等。台湾普局指数当时要上市咧，引起关心。所以我说可以发一点，已经有一家的投信公司是规模很大的，他说普益指数列为 ETF， 他认为是可以补足它全部的商品的缺口。这一块基本上来讲，我们希望的是下半年啦。因为最近台股去受到战争的影响，如果讲这个台股的加权指数若超过3万点，是不是就无要实施限空令咧？金管会主委潘金良表示，袂干那看静态数字，观察的重点是看伫咧市场的交易是毋是失去控制。股市上界重要的是效率，继续爱当充分反映所有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
中华文化总会英文名要甲 Chinese 改做是台湾，要来行销台湾，正式来定定是台湾文化。正正就是因为这名的问题呢，撕掉这执行委员的联电创办人周兴成，伊是表示讲，毋是改英文名尔，就连华语名嘛着对咧改。刘彩琴期甲台湾的传统歌戏搬去巴黎，无讲你阁掠准讲伫伫台湾。其实这是2当前文化总会伫咧巴黎文化奥运真成功的文化外交，引起侪外国观众关注台湾。文化总会伫这几年成功行销台湾，办活动甲台湾推出去国外。但是中华文化总会名也不是会引起外国人的误会。文化总会伫3月17正式甲中华文化总会英文名称对 Chinese 改做台湾，希望安尼外国人就袂听甲不飒飒。今天的会员大会向会员做一个报告，通过决定要改英文名称改成National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Taiwan。那刚刚在会场里面做完报告之后全体会员也鼓掌的通过。英文的名称改做台湾，不过中文的名称目前无变动。真联电创办人周兴成顶日就捌公开呼吁中华文化总会爱改名，或者台湾文明促进会，也是调文化总会执行委员的工作来表态。像我大刚如果可能吞并掉，台湾呢，你一定要多讲台湾，不要再讲什么中国、中华，尤其是这个文化总会是总统做会长嘛。更应该把这个证明了。对于中文名称的变更，因为这涉及章程的重大变革，所以我们要依据人民团体法的规定。那如果有会员提出，那也会由会员大会以及执行委员会来做讨论。文总伫礼拜2召开委员大会，文总会长总统赖清德也表示，文总这几天持续提升台湾的文化实力，积极向国外交流。亲像咱拄结束的台湾灯会，就邀请日本驱魔师傅来台湾，还有日本干嘛是恶魔也伫咧台湾引起轰动。文总表示，改名了后会继续透过文化来建构台湾的韧性。记者台专林旭凯、吴家宝台北报道。台铁的北回路段伫苏澳到花莲迄段呢，伫403大地动了后，这土马就受到损害啊。即马为着要来强化安全，台铁是来提出改善的计划，行政院即马已经通过。目前是有3大重点，包括着这路段要补强，也阁有2座桥要来改建，另外也阁有中德车头呢是刷较南边的，预计2031年就会当完成计划。0403花莲大地震了后，宜兰苏澳到花莲一带北回路龙地质甲铁道受损等，为了要改善状况，台铁公司对2025年12月将台铁宜花东以及南回线路段铁路设施安全改善计划送行政院审议，3月16正式通过，等咧准备实行中。在短期的部分我们首先加强联防，只要上游雨量预测会有大的雨量或者是边坡有一些滑动马上就会通知我们这相关单位，我们会进行紧急的因应处理，包括停驶慢行这样的一个处理。目前计划内容，大省市受损等的路段爱补强，包括边坡的稳定，特别是高放弃的路段 K51、K53以明隧道通水桥的方法，和土石对轨道的顶面也是下面通过，来确保铁道的通。另外，还有大工程，包含2座铁道桥梁的改建，嘛要将中德车站南迁到花莲中德村。这将会是台铁历史上头摆因为天然灾害，被迫需要迁徙火车站。不过，预估爱开77.99亿，业界嘛关注经费的来源。那我们现在也就前期的部分先请台铁公司先做规划。那不过真正工程要做，还是要等立法院的这个预算通过。预算如果没有办法通过，大概这个安全的改善的工程就可能不会那么快开始。目前东部改善计划为期5档，在2031年进前爱完成97.5%的经费，76.94亿会由中央公务预算支出，剩的2.5%经费1.95亿。由台铁公司营业基金分担，交通部甲台铁嘛强调会做好准备，等待经费到位，随时开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原底是要互民众散步甲运动的公园，即马呢煞变做是粪扫场。这是新竹市建国公园，最近是互人发现的，有人是伫现场放10挂了椅啊，甚至有人会甲厝内底粪扫摕来到遮等。好至政府呢真无简单，才整理好势的公园，即马又搁变垃圾啊！
10几只椅仔颠倒头壳，会使看到有的人人啊，拢已经特别嗨去啊。新北市建国公园最近发现有人伫公园内底放几只椅仔，附近民众讲，这定定有袂少时大伫这泡茶开讲，所以可能是有人挑工摕来这放，要互时大坐。人摕来这讲要互老的坐，我嘛唔知。啊，伊迄是好意的啦。早上有看到有一个人在坐，老黑仔在坐，但是伊说无看遐坐啊。不过，这款办公室用的椅仔大量出现伫公园，看起来实在真奇怪。新北市府表示，安尼唔乃造成环境问题，嘛影响其他民众使用权益。除了会派人清除以外，刷了去摆依废弃物清理法相关规定办理。公园为市民共享的公共空间，再次呼吁民众切勿于公园内随意弃置个人物品、废弃物或家用垃圾。市府亦已通知警方协助调阅监视器，厘清行为人。后续将移请环保局依废弃物清理法相关规定办理。其实新竹的建国公园是市府伫去年才重新整理好的，没想到才过无偌久，即马佫变回较早过去畏水环境。市府强调未来会加强整理，也希望大家做伙维护公园环境。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中华溪湖迄搭即个产业道路呢，常常有民众来乌白等垃圾，所以公所是来设置会当刷叮当的电眼科技执法，进行全日24点钟的监控。这乌白等的拢会照违反着废清法加以开罚。监视器翕到3台车伫路边等阮的所在停落来，上后面的货车甲速路车将车后斗的废弃物卷落来，随甲等去路边的草坡。另外一支监视器嘛翕到民众骑奥多摆停落来，随甲骹踏顶悬的粪扫等去边啊。这人较少，这人较少，所以你会感觉安尼做唔好的无？做唔好的啊，这交通啊点个贵的。中华溪湖有真侪产业道路，因为人车少，常常变成乱抌粪扫的所在。亲像大发路甲青树路附近，因为所在偏僻，乱抌的情形佫较严重。毋但附近的民众头疼，嘛互清洁队无应该走袂离。之前你那边吊这牌的时阵哦，粪扫足侪了。拢粪扫足侪。哎呀，吊迄牌有较好。有较好，即阵有改善，过年有改善啊。公所表示，除了有袂少是人家，也是一般的废弃物，嘛有袂少是对外地来事业，也是建筑废弃物。公所对2023年以16支监视器，加强不定时、不定点针对通报有粪扫的点，加强科技执法。目前以违反废清法，已经开出100多张的罚单。因为依照这个废弃物清理法，如果有抓到的话呢，我们都是采取6000到12000来这个取缔来开罚。中华县环保局嘛统计，对2023年到2025年中间，以违反废清法的累计裁罚达到7532件，罚款总额3000多万，其中超过80%是民众囤的一般废弃物。除了加强执法的力头，嘛会加强事业废弃物甲废土方的监控甲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再来看这宜兰总位的永定海沙埔呢，当地这观光的设备是无够，无便所，嘛无互人装身躯的这个设备。即马呢，这经过地方的争取，东北角风管处是伫当地凤凰内来设一个滨海驛站，希望会当大力来推广在地观光。透过塘仔翕美丽旧山岛，才是宜兰总会永定海埔全新的景点滨海驛站。那透早来为一楼看塘仔队，看到南洋北境之首旧山调日。学生的口琴表演为滨海驛站正式开幕。这个观光设施伫永定海埔凤凰栏内，当初地方清楚是因为在地观光设施严重不够，到海边翕相游客，甲人少庙的便所来清洗，互庙的便所光线塌掉咧。刷来遮洗，洗到全呢水管拢塌了了。大部分拢爱落来甲咱的庙的啦，庙的房安尼啦。洗嘛是爱来庙的遮洗对对。洗嘛爱来遮洗。观光设施不够是永定海埔旧山调治建设推广困难，无法度吸引游客入境。乡公所一直向中央争取应征县级，补助当地观光设施。这个所在它是永盛滨海游戏区的范围，长期来欠缺一个这个比较优质的这个类似跟他讲盥洗也好，还是讲迄条做消费也好哈。希望说在这边骑脚踏车人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的地方，然后也可以玩玩沙子。
并且协赞有嘉宾厅环境平台变速已经希望提供游客完整的旅游体验。东北角风管处表示，一站永串联头城老街、东围沙固定景点希望开幕了后，应加入东北角旅游产业重要景点。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国际自由车宽带公路大赛，今仔日呢是进入第4站，也就是屏东的绿队站，是由177个选手做伙来车拼。今仔日这路线呢是对高雄出发，终点是伫绿队客家文化园区，要让国际选手来体验在地特色。贵宾626选手起步出发，2026国际自由车宽带公路比赛，拜三来到第4站屏东绿队站。这是属于国际第1级的赛事。今年总共有37个国家177位选手要拼总冠军的黄衫。17第3站是由比利时车队的法国选手摕到冠军。台湾队的19岁少年选手黄伟霆，忍耐大腿救筋，拼到第39名，是唯一有对调主席团的台湾选手。Really good in happy and every time attack and it's a very good team in control and yes. 昨天去按完摩，然后泡完冰疗，感觉比较消炎。今天骑完应该会好一点。今天主要以就是休息还有补水为主，因为昨天的补给做的不是很好。屏东绿队站长度131公里，有13个冲线点，对高雄乡公所出发，经过盐埔、中治、林鹿，再骑沿线公路对慢慢来补，终点伫绿队客家文化园区。这条路线嘛是屏东县府协助规划，要让国际选手体验客家文化特色和美丽的山景。今天这个赛道我也第一次骑，所以前段我们会观察一下，然后如果中途黄山集团有控制的话，那或许我们可以找个机会逃脱，也不一定。和第3站起落架的路线无同，屏东绿队站平路占大部分。不过今年的自由车选手实力拢足悬，台湾队的选手要安怎避免进前的失误，想办法把排名救较头前，是屏东站上重要的任务。大家做伙来替台湾的选手加油。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南投草屯上港呢有一个阿公级的学生，今年已经73岁，大学期这成绩呢拢是全班第1名，而且伫高二的时阵，佮通过丙级的技术鉴定。这老师是鼓励伊，佮再拼一张乙级的，伊是用1冬的时间，因那读册，因那活功夫，才总算摕到这高难度的乙级的证照。来看这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故事。好，来开始，咱会当开始进刀哦。莫以为有会所这个是老师。其实伊是学生啊，大家拢叫伊阿公，拢对同学安尼叫，同学叫阿公嘛，拢对阿公。阮孙讲讲读册真艰苦啊，所以我想讲我来读看嘛咧，我想做交朋友。有遐艰苦？真忝。阿公出来讲真忝，毋过忝还忝。伊读3冬的夜间部机学科，年年拢摕第1名。今年73个带家财，少年时阵捌伫机械公司做业务，一直想要读册，增加相关的知识。即马是愈读愈成熟，老师嘛顺势鼓励伊考证照。这是我考到机械加工的丙级甲1级的证照。阿公他算是我们的大前辈，他很厉害，就很多细节 make up， 他在这方面都做得比我们好。看到阿公遐认真啊，家己嘛较认真的，叫着伊。阿公讲来读册交朋友，伊读册认真，嘛感染着少年辈，受老师学落。伫咧操作，伫咧反应，可能无来甲像咱即摆少年啊。遮尔速度遮尔较紧，毋过考试的是阿公会用伊真侪时间去弥补伊袂晓的所在，伫咧操作伊会去一直做，袂晓就是问老师。活到老，学到老，带家财这位阿公学生，即马嘛是魔法学生，摕到证照了后，阿公阁有一个心愿，打算要去考大学，做一个大学生。记者洪英修南投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刷了咱个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各地早暗，天气由远较凉，一夜温差大。台湾各地也阁有平乌，金门大部分是好天到济云。敢若伫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甘马祖。会有南山的短暂阵雨。
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